南山劏房戶焗住向上發展，大埔南山劏房戶實用面積只有177尺，想廳房齊全，唯有向上發展啦。呢個南山個單位咧，最有趣嘅地方咧，就係喺室內嗰度咧做咗一個內置嘅樓梯，然後咧就串聯咗上邊樓上做咗一個閣樓，咁個空間運用咧就更加好啊！客廳鋪砌特色牆，一直延伸到浴室，加大視覺空間。轉體西環滿發大廈實用面積200幾尺嘅單位，可以點樣設計呢？牆壁同埋電視櫃採用白色，令到全屋感覺光猛。因為呢間屋嘅空間始終唔係太大咧，咁我哋就砌造咗一啲隱蔽式嘅儲存空間俾個客人嘅。咁啊，例如呢個電視櫃，咁啊有啲隱蔽式嘅櫃啦，同埋上面都係一啲儲物空間嚟嘅。咁啊，同埋呢度都有啲鞋櫃啊，有位啊俾客人去收藏啲鞋嘅。電視櫃側邊擺放鮮花，令到室內好清雅。靠窗位置辟作寢區，大床側邊度身訂造小型衣櫃。男屋主話已經足夠擺放衣物啦。除咗有隱藏式嘅電視背後嘅儲物空間之外咧，咁啊其實呢張梳化下邊都係一個儲物空間。有需要嘅時候可以落簾，保持私隱。屋主係平面設計師，買完一張平價茶几之後，再自己設計一個圖案貼上去，茶几即時充滿藝術味道。單位原則兩房，拆牆之後嘅天花陣用咗假天花燈做喺收藏。屋主小下廚，廚房改成開放式之後，令到浴室嘅空間可以擴大。